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府修正工厂管理办法部分的条文，恐惊是咧帮起伫的农地38000间违章的工厂咧解套。中华地检署的检察官高如英曾经查办几啊件农地污染的案件，伊讲政府辅导污染的产业合法的对策，只会让台湾独美的事件再度来发生。1988年，台湾出现头一件假米的事件，想要到2006年分林中华台中，又一连串出现假米。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农地土和重金属污染，原乡正是农地灌溉准高等级的工厂。这工厂包括生产脚踏车零组件、塑联、生产车顶的地保、营业业规业的，因果是台湾的基层。不过政府虽然严查，并且辅导工厂废水的处理，依照环保署土壤的调查报告，拢无改善。还是会让高污染的产业继续留在这个农业区继续留在农地上。办今礼拜假米事件，中华地检署检察官高如英强调讲，工厂管理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就是替全台湾农地上38000间违章工厂解套。修法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，成立专区是高污染产业它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也是让它可以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关键。2013年，检方全面的追查污染事件，才告一段落。虽然38000间工厂无完全是高污染的产业，不过检察官强调讲，应该设立高污染产业的专区，集中管理。若是干那挖靠环保的策略、合法的辅导，那呢假米事件敢会发生，无人敢保证。